消息了。原来小妹就在山后面的村子里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当然没事了，我要是有事还能站在这儿啊？啊，你没事就好。你万一被那块石头砸到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会被那块石头砸到？你呀，还是少管别人，先管管你自己吧。谢谢姑娘关心。鬼才关心你！哎，原来人都是一样笨，不知道小妹喜欢他们什么。你说啊，你这一大清早跑到哪儿去了？饼你也不烙，那摊子你也不管了，你到底要打什么算盘呢你？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哎呀，你这个爱千刀的！我这下好好打你一顿。你看看，我还没动手呢，你自己就挂着彩回来了。哎呀，二牛，你说谁打你了？到底是谁打了你啊？哎呀，你这个爱千刀的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哎，你就是冲我傻笑一下也好啊。你不敢还手，你还不能跟人家说理吗？你要是不敢动手，你告诉我，我老头子帮你打回来。哎呀，就你这样，还想人家什么大美人呢？赶快把人送走吧，省得跟我一样赔上一条小命。二牛啊，咱可不是那种有福气的人，就别想这事儿了。你没看现在咱们饼店的生意这么好吗？咱们抓紧时间，多烙几张饼，多赚几个钱儿，将来我也好有个买棺材的钱嘛。哼！大叔，你不要再说这种丧气话了。起码还有我嘛，我可以给你送终啊。送终？你现在就盼着我死啊？你这臭小子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你这个臭小子，大叔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还说不说了你？你看看，让你给搅的正经事儿都忘了，快，把这个拿到前面贴起来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叫你去你就去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哎呀，玉兔，一只破兔子有什么了不起？找不到就算了，何必这么累啊？要不我给姐姐当只小兔子，天天陪姐姐说话不就成了？喂，你在这磨磨蹭蹭的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找到兔子啊？哦，不是啊，我看它在不在这里啊？兔子啊！哎，你说小兔子会不会掉到河里去了？不会啊，说不定它已经回家了。不如我们回去看看。我不回去。看到那个二牛就生气。要是能把小白兔找到，还能陪我聊聊天呢。玉兔，喂，姐姐。玉兔，可能是你的兔子呢，它觉得凡间太好玩了，于是自己出去逛了。它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你别担心了啊。哎，它就是一只兔子，会不会被人给吃了呀？被吃了最好啊。玉兔，不会的，它怎么也是只仙兔嘛，人家没几个人是它的对手啊。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。哎，是啊，姐姐，不如我们回去吧，说不定他已经在家了。走吧。美人，不是我不想回去，实在是你屋里有个狠角色，我不敢回。玉兔，快来看，在这儿呢！哎，玉兔，你在这儿呢！你看，哎，你真的在这儿啊！总算找到你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脏啊？是谁把你弄的？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啊，小玉兔。姐姐，反正已经找到了，不如我们回去吧，好不好？
走吧。我怎么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啊？没有啊，他还是2只耳朵4条腿儿。他好像不认识我了。啊，可能他是饿了。哎，我们回去找点东西给他吃，好不好啊？哎，走。你是不是饿了？走，回去吃东西。你会什么呀？我会吃饼。别起哄，走吧。哦，下一个。别急！哎呀，下个啊，等半天了。小娥，你回来了。你被谁打了？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不知道猪哥哥还生不生我的气啊？要是他不理我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可是，要是回去的话，我走了这么远的路，好不容易才到这里的。羡慕我吧，我今儿陪美人逛街去了。猪哥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哇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你不要生我的气嘛，我特意来向你道歉的，原谅我吧。哎，行了，你先走吧。猪哥哥，喂，别哭啊！我最害怕女人哭了。好了，我不生气了，你走吧。哎，猪哥哥。喂，下一个。我来。那个，你看我能跟嫦娥？不行，下一个。一看他就不行。你怎么样？我来试试。哎，这不行，走。去，你会不会你？下一个。哎，大叔，招工啊？是招工。哎，下一个谁会了？大叔啊，招我呀？招你？你会和面？会烙饼？哎呀，你什么都不会，我招你干嘛呀？还有没有会烙饼的？大叔，但我有珍珠啊！没见过这么大的珍珠吧？没见过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是招你的话，你就把它送给我了？我早就看你很聪明了，人长得又漂亮，不会没关系，我一教你，你就会了啊！好啊！哎，招工结束了！我到后边去了。好了，就找你了。啊，明天早上就来上工吧。还是希望待在人间，只要能够待在他的身边，一定会有办法让他不生我的气。哎，来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小洞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姻缘石。听说只要把这个铜板投进去，我们的姻缘就成了耶！真的吗？真的。看我的。我进了！太好了！太高兴了！看来我们的梦想要成真了。是啊，我太开心了！这个傻瓜，找到这个破石头下落，还不快现身？对呀，太好了，我们会在一起的。好像是神仙！这是神仙！真是神仙啊！神仙显灵了！神仙显灵了！好了，我们看见神仙了！是啊，神仙显灵了！我托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来，我已经把小龙女的红线拆开，
移到了另外一条红线。嘿，我是让你把他的红线打一个死结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二龙女的意思是，让小龙女的这段姻缘断不掉、跑不掉，哎，可就是达不到。算你聪明。我呀，就是要让他们两个人在咫尺，心在天涯。还行还行，幸亏我猜到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还得再来一次啊。什么再来一次啊？不瞒二公主说，我就是这么搞的。来来来来，来，请看请看，请二公主放心，我已经给小龙女的红线上打了一个死死的死结。真的？你没骗我？二公主请放心，这种事情我又不是第一次做，自然知道分寸火候。讨厌！原来你刚才在套我的心思啊！你真坏。哎，想不想知道他的那头牵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想啊。你凑过来点儿。果然是那个臭东西。哟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红线那头牵的是什么人？我不知道。你讨厌啊！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喂，你是月老的弟子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哎呀，我是弟子嘛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哎，不过那天我发现师傅已经在拉你的红线了。真的？可是他没让我看。他为什么不让你看啊？我哪知道为什么？糟老头。哎，不过你要是真想看自己姻缘的话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镜花水月。镜花水月。当镜花水月，四物相交之时，时辰在午夜子丑相交之时。午夜子丑相交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该做什么？当圆月在水中倒映之时，拿一面镜子，然后将花瓣在镜子面前一瓣瓣扯碎，一瓣瓣扯碎，一瓣瓣扯碎，一瓣瓣扯碎。还别扯了，扯完之后呢？哎呀，你别着急，慢慢听我讲。就是一瓣一瓣的将花朵扯到最后一瓣时，镜中就会出现你未来丈夫的容貌。真的？哎，那当然了，我也想知道你那个他是谁呀。不过，我可告诉你，那个镜子一定得小心拿好，千万不能打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世间男女姻缘之事，虽然有红线相牵，但是有些姻缘是可以改变的。如果你的这个镜花水月被当事人看过之后再打碎，那么这段姻缘就……我不能再说了，我不能再说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看我呀！我给你泄露了太多的天机，这是师父在惩罚我。我要再说的话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师父，我一时糊涂，色迷心窍。师父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哎呦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窝囊废，还色迷心窍，你也配？师父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就饶了弟子吧。好了好了，走走走，漂呀！来给钱，我的水，不要急不要急啊！来来来，好，
给钱。热死了！好。不要急，排队给钱，快点，下一个。咦，这不是平时大家吃的水饺吗？怎么还要花钱买水？排队！都别急，听见没？我家没钱了，只有这么一点儿，给我点水吧，谢谢。就这么点钱，谢谢。滚蛋！给我点水吧，求求回家做梦，水会自己来吧。喂，这水井是属于大家的，凭什么收钱呢？又是你，啊？什么吃水井啊？周围的井都干了。这口井是我师傅乌天师昨天发了一夜的神功才发出来的水啊！我呸！什么胡扯神功啊！香蕉苹果水蜜桃啊！这口井本身就有水的。他妈的！怀疑我师傅的神功，想找死啊！来，打架是吧？找死吧你！就过来这里，你过来这里，我立刻就打你！过来，刘柱，你过来啊！西武士了，你信不信我真的打你？我真的打了啊！过来，我很厉害的。来，我准备好了，你们不要害怕啊！少背过来，过来这里，有种你再往前一步，香蕉苹果水蜜桃！哎呀，你动手试试！就你，我真的打你了！你再说，你再说！这位小哥，你消火啊！喂，老兄，我在替你们出头，你怎么反让我消火？哎，你知不知道这口水井的水最多？昨天晚上突然没有了，可是今天早上起来又突然有水了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对呀，肯定是吴天师发了一夜的功，才有了这个水。这样的大恩大德，给点小钱是应该的。说的对呀。哪有什么乌天师啊？如果真的有的话，叫他变出来看看。大胆！乌天师是什么人呢？是你小子想见就能见的吗？就是啊，你快走吧！你要是不打就赶紧走，我们所有人都等着打水呢。喂，快走，快点走吧，快走！停！走啊！热死了！好，我到别的井去打，我就不信没水。再不行的话，就去河边打。哎呀，快走吧！快走！大家排好队准备打水吧。喂，大哥，前面有没有水啊？有啊，满一河水呢。哦，好啊。啊！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骗人，全都干了呀！猪哥哥，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老跟着我啊？跟屁虫！就知道你打不到水，过来帮你啊！帮！我才不要你帮呢！猪哥哥，人家是真心实意要帮你。你还说，上次我去东海向你借水，不借就算了吧，还在那儿装。上次不是我不想帮，是父王他……什么父王啊？还说父王呢？你们说的我全都知道了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简直是两面三刀。哼！哎呀，看来你真的是因为南海龙太子。什么南海龙太子啊？哎呀，我不管什么东海龙太子、南海龙太子啊，总之你们这些人都是鼻孔朝天的。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真的鼻孔朝天啊！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用一个鱼钩勾住他的鼻孔之后拖他来回跑。哎呀，你也挺逗的啊！我在骂你们龙太子，你还这么开心？不是，你骂吧，你越骂我越开心啊！你放心，我才不会喜欢他呢。哎呀，猪哥哥，我来帮你好不好？水！哇！水！水！哇！好多水啊，好多水啊！我发财了！我刚才说过不要你帮忙的吗？我不是帮你，我是帮我自己嘛。你开心了，我就开心了。好男不跟你斗，反正是河里的水，不要白不要。啊，要不是武大叔等着用水的话，我才不打你这臭水。
这样就对了啊，对。面不要太硬啊。大叔，水来了。好。你呀，把水呢挑到院子里去，啊，待会儿用着了我去拿啊。好啊。哎呀，没想到帅帅哥还挺勤快的啊。哎，吴大叔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每天为了打水要跑几十里路，而且还要上山呢。真的。累死我了，就2桶水啊！哦，谁打的水啊？洗个脸不就凉快了吗？我说闺女啊，二牛要是像你这么勤快就好了。不会啊，二牛哥哥很勤快啊。他勤快，他往外跑的勤快。最近天天一大早就不见人了，连个人影都不见。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嘿，大叔，我来和面吧。走开，走开！你还知道和面啊？你要知道和面，天上就不会有2个太阳了。大叔，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怎么了？每天一大清早就不见人影了，你还满头大汗啊？哎呀，我说二牛啊，你能不能务点正业，干点正事儿啊？我是干正事啊，嘿嘿，他说他干正事儿，你干什么正事儿了？说出来我们听听。我不好意思说。干正事儿还不好意思说呢，那肯定没干什么正事儿啊。二牛啊，你是要把我气死啊？哪天你把我气死了，这个店就归你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做梦去吧！这个店呐，我就是留给小龙女，我也不能留给你。不是，大叔，该加水了。哦，对。哦，哎呀，二牛啊，你怎么连个小丫头都不如啊？你就看不出来那个锅需要加水了吗？快，把那个帅帅哥打来的水，给我拿出来。我去。哎呀，二牛啊，你可别让这丫头给比下去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搬面粉啊！哎呀，这个二牛啊，你怎么跟他说，他都反着跟你来，总是不听你的话。猪哥哥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！你起来啊！你告诉我水在哪里啊？天井。哎呀，天井没有，我找过了。怎么会没有啊？我挑过来的，再找找啊。好了，女孩子呀，最重要的就是年轻，年轻呢才有好的皮肤，皮肤好了，水水嫩嫩的，多漂亮啊！姐姐，你的皮肤就很好，我就不能跟你比了。像你这个年龄啊，皮肤好，妆啊不用化得那么浓，皮肤要清清淡淡的，这样啊才最自然。你看看是不是漂亮多了呀？谢谢你，姐姐。我再帮你梳梳头吧。好啊。
以前啊，也有人这样帮我梳头的。是吗？谁呀？其实他也不算是一个人，只是一个影子。一个影子？谁的影子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的影子。好了，你看是不是漂亮多了？猪哥哥一定会喜欢的。你说帅帅哥啊？不是。好啦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你是不是喜欢帅帅哥？哎呀，姐姐！你搞什么东南西北？是不是很漂亮啊？都是嫦娥姐姐帮我打扮的。喂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因为我是女孩子嘛，女孩子就要这样温柔。嫦娥姐姐教我的。别用这种声音跟我说话啊！我想吐了。你不喜欢吗？我只喜欢嫦娥姐姐这样，你这样呢，只像一个隔夜小笼包啊。看来我跟嫦娥姐姐要多多学习，以后才会像她一样那么美丽漂亮。喂，你还是用自己的声音告诉我嫦娥姐姐去哪里了，好不好？刚刚洗漱好啊。哎，姐姐，姐姐。干嘛这么辛苦啊，姐姐？我刚洗了脸，我要把这水倒了。洗脸？你要帮我倒啊？哦，好好啊，那你去倒吧。嘿，谢谢。小龙女，快把水拿过来呀！哦。大叔要拿水和面。用洗脸水，用姐姐的洗脸水。嘘！哎，小龙女，你快点啊！怎么还没拿来呀？唯一的一桶水了，它就用来梳洗了，只能用这桶。可和面怎么能用洗脸水啊？哎呀，小龙女，你快点啊！怎么还不拿来呀？现在就只有用它的洗脸水了，拜托你了，要不面都干巴了，扔掉多可惜啊！你快去吧。哎，不行，去。哎，小心点，别洒了。给我，给我。哎，大叔啊！怎么了？啊？没事了。哎呀，你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。哎，小龙女，你好好看着啊，看我是怎么和面的啊！咱们这个天下第一饼啊，那名号可不是吹出来的，那是扎扎实实一张一张烙出来的，知道吧？哪一道功夫都马虎不得。就像做饼呢，选料要精，尤其是水，那是重中之重啊！一是深井水，二是源泉水。哎，帅帅哥今天打的是河水，那就算是源泉水了。这个水呀，是活水。你看啊，这活水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，它甜丝丝的，还热乎乎的呢。来，小龙女，你尝尝。不用尝。行，你不用尝了，一会儿吃饼就行了。那
要说咱们这天下第一饼，讲究的就是信誉第一。有了信誉呀，咱们就有回头客。来，给你。来，这是你的。来，别着急啊！来，这你的。拿好。哎，这个。哇，他真很帅帅哥。啊，姐姐叫我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一只耳环啊？什么耳环啊？我刚刚洗脸的时候，耳环掉到水里面去了。洗脸水？什么洗脸水？洗脸水呀，你记性不好啊？刚才不是你进来帮我倒的水吗？你快帮我找找，就是跟这边一样的那个。妈，好多人买饼啊，快点过去帮忙啊！赶快走啦！我操，那不是被谁吃的？站住！怎么回事啊？没事。什么没事啊？整个院子里的地啊都是干的，水到哪里去了？那个水，我去帮大叔。来，你的饼。给。小龙女，你是一个乖女孩，跟我说实话，水呢？找水干嘛啊？就是一只耳环啊，跟这个一样的漂亮的耳环。来，给。哎呀，不就是一只耳环吗？丢就丢了吧，别耽误做生意啊！哎，你看这么多人在买饼呢。没事，武大叔，我们愿意等。武大叔，这个耳环是一定要找到的。你看现在这个样子多难看呀！小龙女，帅哥，你们两个把他那耳环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没藏啊，真的没有。什么没有啊？明明那洗脸水是你倒的。哎呀，什么洗脸水啊？一共2个半桶水，我都用来和面了。你哪来的水洗脸呢？该不是拿洗脸水和的面吧？小龙女，帅哥，这事儿一定是你干的。怎么搞？就是啊，大叔，你说要用水和面，我要是再回去打就来不及了。于是我就一直想，最后就这样了。啊！你们真用洗脸水和的面呀？那我的耳环不就在这大饼里面了吗？啊！原来是美人洗脸的水做的饼啊！完了！我的天下第一饼啊！大叔，我去洗个澡。哎呀，我也要去洗洗。啊，去吧。你们倒是高兴了，可是我的耳环不见了。对啊。在这里啊！原来在这儿呢。不对呀，好像少了点什么呢。你呀，给我修好了。小星星啊，小星星，你看我是不是起得很早呢？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啊，其实呢，我起这么早就是为了去帮猪哥哥打水啊，这样他就不用那么早起来打水了。他知道以后呢，一定会很开心、很感动。你说是不是啊？你也说是啊。猪哥哥
睡觉的样子真是可爱。我要是能天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它，那该多好啊！二牛哥哥，二牛哥哥，喂，我看到你了，喂，你看错人了，我不是二牛，我不是二牛，你认错人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玩推石头。玩儿？天都没亮，你来这里玩啊？你看看你啊，全身都是汗，我猜你一定不是在玩，你一定是练功夫。没有。不是，你不要骗我了，我全都看到了。你在练什么功夫啊？推手功？是不是这种功夫可以把大饼做得更香啊？不是，这跟做饼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就想练一下我的臂力。哦，练臂力？你一大清早跑来这里练臂力啊？怪不得大叔要生你的气呢。他要生气，就让他生气吧。我呀，还是要练我的功。二牛哥哥，其实大叔对你挺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故意惹大叔生气啊？我不是故意惹他生气的。如果他不生气，那小常就要生气。嫦娥姐姐，是嫦娥姐姐让你推石头的。她为什么让你推石头？小龙女，过来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还有，我每天到这儿来推石头。我答应你。老公，你看天上，看没看到天上有2个太阳？看到了，怎么了？小常让我练好臂力，让我射下来。什么？你笑什么呀？你还笑？姐姐她是什么来历啊？竟然让你射太阳！我也不知道小常从哪里来。总之啊，他一见到我就让我拿弓箭去射太阳。本身我这手就没力，根本拉不动弓箭，他就不开心。他呀是真的不开心。我看他这么难过，我心里也挺难过的，所以我就答应他了。所以呢，你就偷偷的在这里练功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老公。你看天上，看没看到天上有2个太阳？看到了，怎么了？小常让我练好臂力，然后射下了一个。什么？你笑什么呀？你还笑？姐姐她是什么来历啊？竟然让你射太阳！我也不知道小常从哪里来。总之啊，他一见到我就让我拿弓箭去射太阳。本身我这手就没力，根本拉不动弓箭，他就不开心。他呀是真的不开心。我看他这么难过，我心里也挺难过的，所以我就答应他了。所以呢，你就偷偷的在这里练功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刚开始啊，他还带我一起来练。可是我这个人又蠢又笨又没力气，惹他生气了。所以我想，还是自己偷偷来练吧。你说万一哪天我练成了，到时候啊，我想他一定会很开心很开心的。很开心很开心，你呀真的很喜欢嫦娥姐姐哦。哎，你可别瞎说，我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。
二牛哥哥，你别紧张嘛，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。反正喜欢一个人，为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那2桶水是你挑的吗？啊，对啊，因为我看猪哥哥跑10几里山路挑水真的很不容易，他又那么爱睡懒觉，所以我就帮他喽。哦，你，哎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是不是为了帅帅哥来挑这桶水的？那，你是不是喜欢帅帅哥呀？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二牛哥哥，我走了。对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也早点回去啊。哎，我再推2把我就回去了。路上小心啊。对。小兔子，你别着急啊，我们一会儿就到了，乖哦。走的还挺快的。哎，等我们，聊会儿啊，聊聊天嘛。怎么样？我的相貌够英俊吧？哎，师傅，你现在真的是够帅，但是跟以前的你比起来呢，我觉得少了一分英武与伟岸。没错，你以前够伟岸，有前途，马屁拍得漂亮，赶紧准备。大胆贼人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这帮歹人企图非礼你！小心！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是你啊？我认识你，你不是那个砍树的吗？你叫吴刚，你就是叫吴刚，你怎么下凡了？你快放开我！哎，这地方危险，我先带你离开。哎，大哥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啊？她很漂亮。哎，小哥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？她很漂亮，头发很长。没见过。没看见。没见过。谢谢。哎，大哥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啊？她头发很长，她长得很漂亮的。你问别人吧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大哥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？她长得很漂亮，头发很长啊。没有，真的很漂亮啊。没见过。你没有看见吗？谢谢。上哪儿去了呢？猪哥哥，干什么？猪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问你，
你昨天晚上喂小兔子吃什么东西了？胡萝卜啊，你有没有洗过啊？干不干净啊？洗倒是没洗，不过很干净的。你怎么能随便给小兔子吃东西呢？我看小兔子好像很饿嘛。又不是你的兔子，你怎么知道它是饿食宝啊？好端端的，非要喂小兔子吃什么萝卜，把小兔子吃病了。如果小兔子不生病，姐姐就不会带它出来看病了。姐姐要是不出来的话，它就不会丢了。哎呀，猪哥哥，你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猪哥哥，你过来看看啊，过来吧。干什么？哎呀，啊，你过来嘛。干什么？猪哥哥，我今天已经挑了3个来回的水。好，能干。猪哥哥，你看嘛，这水做饼肯定很好吃啊。行了，放下。不要紧，我可以再去挑。你挑的全都是麻烦啊。水打翻了，我再去挑没关系的。哎，你挑吧。不难过，水打翻了就再去挑，加油！谁让你抱着我的？我救了你啊！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是不是一直跟踪我来的？我没有跟踪你，跟踪你干什么？我不信。在月宫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一天到晚神神叨叨，不太正常，还说什么跟我海誓山盟过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这种男人，用这种办法去追女孩子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失误啊！我还以为这副英俊的长相能迷住美人呢，没想到美人对吴刚的意见这么大。我警告你啊，在月宫的时候我就看你不顺眼，现在下凡了，你别总是纠缠我。我心里只有英雄后羿一个人。别跟着我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英雄后羿，天哪！美人真是情有独钟，专门爱慕英勇盖世的男人。喂，你干嘛？你跟后羿根本就不可能，不如跟我凑成一对吧？我比那个二牛强多了。放开我！你干嘛？跟我在一起，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。跟我在。你别走啊！来，救命啊！你喊什么救命？救命啊！根本就没有人。救命！来呀！放开我！来呀！救命啊！跟我在一起。想救我的人多着呢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我的护花使者，还有很多没来的呢。谁稀罕你救我？把他扔到河里去！我受够了，我不做兔子了，我不做吴刚了，我要做回吴天师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天都快黑了，姐姐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她不会出什么事情吧？哎，姐姐，哎呀，看到你回来就好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了？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哪里会吓死？你知不知道我好担心你啊？我跑遍全城去找你啊，我差点就报官了。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？哎，姐姐，是不关我的事，可是我担心你，怕你被坏人骗嘛。花言巧语，你们这些臭男人，谁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？姐姐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我谁欺负你了，我现在就去帮你报仇。不用你管，让开。啊，姐姐，姐姐。
小兔子，你想喝水啊？你的病好点了没有啊？现在啊，真的是好缺水啊！现在呢，天上有2个太阳，地上的水啊、树啊、草啊，全都被晒干了。好了，我舀些水给你喝。哎呀，慢慢喝，不要着急嘛。真不明白嫦娥姐姐为什么不让你喝水，又不让你吃胡萝卜呢？哎，姐姐，姐姐，你要不要吃东西啊？吃点东西会开心一点的。你看我吃这么多东西，所以我很开心呢。你要不要吃一点？啊！哎呀，你呀，你看你现在有多脏啊！我说过多少次了，这儿的水不能喝，这儿的东西也不能吃，不干净，吃了会生病的。姐姐，这水是干净的。我在说他，我没说你。你这个畜生，就是不听话，越来越不乖了。哼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姐姐不骂你是因为她人很好，心很好。你为什么碰她的小兔子呢？是小兔子自己找过来，它好像渴了吗？渴什么渴？那个小兔子怎么会渴呢？姐姐讲过很多次了，那是仙兔，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？哎，姐姐，姐姐你先开门呐，姐姐好不好啊？姐姐。姐姐生气了，我警告你啊，以后不许再碰小兔子。明多了，你做饼的悟性啊，也比那个帅哥强。谢谢大叔夸奖。小龙女啊，我准备正式收你为徒，把我所有的本事都教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吴大叔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学做饼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要走了，如果有空的话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。哎呀，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走啊？猪哥哥越来越讨厌我了，我走了，也许他会开心点。是不是帅哥欺负你了？没有。猪哥哥其实是好人，猪哥哥现在要陪着小常姐姐，所以才不想做饼。小常要是像你这么懂事就好了。这么好的姑娘，帅哥这呆子怎么就看不见？人都要走了，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。玉兔，玉兔。
这么早，有事啊？有事吗？你饿不饿呀，猪哥哥？我什么时候肚子不饿呀？这是我做给你的。跟大叔做的味道不一样。我今天一大早特意起来做给你吃的。怎么？是不是又做错事了？我要走了。去哪儿？回家。你也好。还有事吗？吃不吃？那你走吧。姐姐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出去！出去！姐姐啊，姐姐！你出去！猪哥哥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嫦娥姐姐，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。小白兔，你怎么就死了呢？你死了，姐姐一个人怎么办呀？姐姐，谁把你害成这样的？别碰我的兔子！猪哥哥，你别着急。但是，你别碰它！你们都出去，我不想见到你们！你们出去，别碰我的兔子！你呀，你害死了小兔子啊！我警告过你不要乱喂小兔子，你是不是又喂了？我没有。你这个凶手，你这个恶魔，连仙兔你都敢害，你简直是没人性啊你啊！没有，我真的没